来做头。金宝贝很细杂后，如果爱上伊个爱求救，翻翻你慢那微笑，连错金就大空桥。快乐的世界，快乐的世主，天后天的故事，会你来做伴。金宝贝和细杂后，如果爱上伊个来求救，翻翻你慢那微笑，连错金就大空桥。阿公，你爱要改蔬菜？什么蔬菜条我对这个有何必头？迄个炸药使好，替我装饰爆盆，你慢个是都要。我爱吃我一头这啤酒就一头就好。有时这不要做，这有没有做？要做就做小钱。哈，全是要使个无淡，你还能使一使，唔系真紧一使啦。说下说我的，阿公，娘做你还能使一使头，含普通的使头无外坑。你该使头嫌做金丝连签，又个嫌做开枝使，迄卡加特别柔的文化。柔酱啊，冇酱，当然是柔酱。那这里又是什么地方这么有开故事？你是金丝连签武家馆，嘛是台湾开枝使的发源地。迄咪含阿仙树囥一个出名的刘金仙。金仙树开设的金丝连签武家馆，冇错，是金迄嘛伫金仙树。当然伫哦，因因的布家困三铺里，车轨牵落来。是啊，今日阿公就甲迄人讲，金丝连签的故事有上突天么？我当然真上突天。我有听。突听金仙树的故事，我先听金丝连签开枝使故事。金丝连签开枝使嘛有故事哦。事情却发生得真久以前。真久以前，就一届王朝，皇帝的阿姨初真怪气的片，涂改字先两魔法涂字。儿子母后娘子，启禀万岁，信蔡树好前，魔法涂查出太后一片真。哼，迄个儿子。连太后初要甲骗嘛唔知，安定恶狠脱总界，将风霜射吹。无如这个物件，小日亲做，战国亲显宣誓出开，嘿，车风霜万岁！风霜啊，母后。线路平时行人线，日天黑行的路，既然儿子无法度字，安也是哀家的命啊！母后现毋是把心，tìm日天无用清凉的偏法救母后，难得后上现干柔后，亲日七号，嘿母后。亲光光，受会得了，照顾天下，那就因不争如何母后一片，点家风清爽，受会念诗篇。
就很恶心，都签迄每一家去签，很想讲迄个后皇帝哦，卖搁得无拍相啦。阿公，天下凡有心意都求太后。皇帝仍亲量一片法，亲天下一名字，嘛无法突至太后一片真。都问太后是安死开啊哟？是，实在有可怜。现人的无要改，太后唔系死开啊哟！我是讲迄唔系死开，我听啊讲故事吃不地。阿公，迄讲述娘子个分参，害我人拍干咱。我跳下得吞口难飞，数字讲到迄阿公故事讲忙杀。吼吼，俺个人个听故事，只听阿公讲故事。太后的病越来越严重，有一年暗夜，太后的妃皇帝真把心太后，数字的分头骨，太后的妃是母亲的不梦。哀家期待爱的妃，娘子无得抓迄入去。救你咯！母后献娘子，皇上哀家跳下飞不梦错。母后娘子许，哀家感觉哀家的偏好真多啊。母后献得花真浅，哪像真艰难的种，娘子一抢起来，气势七变刚好。母后献到地不忘娘出不改，哀家嘛唔知，只期待不忘娘出一粒西条飞向哀家，因为哀家只期待身体好真多。哦，按母后献不忘娘出不改西条。哀家嘛无爱期待，不忘无法度让去亲西条一种，甲装西条唔系普通的西条，迄哀家以前唔是养过的西条。按母后迄无装抬头讲下莫，西条抬头迄不改种，爱期待西条的面霜迄面的，下甲唔系面的，哪像迄四个的？下甲四个西条，二婶也是第一摆天过，母后献较天吼，哀家较天西条的下甲迄四个的面霜哪像是？之后实在真神奇，不知道有没有不多这个事情下来，就有这么多星球。现买的终于是条不梦，所小钱包有多星球皮吧？啊，迄较今天阿公讲故事较实在。我个讲故事得很认真。真千达个人骂得真惨，大平院大真久，害我啉真太，十遍啉满太。现也敢讲，现就啉上多，
结果嘛水就无效，规日在平院哀哀背，操到我无法度好好飞，害我的惨真心两真卖，现飞宝卖无真心，严好好监视发财后，耶稣。本真人就一个方法，我反对迄个方法，土败能真危险，反对就好。固定我一摆起飞，你摆一天本呢？你摆真件无问题哟！我害真人的骗法，显不准50把心，切人危险，我将把心，先听我讲啥？哦！天气都歹歹，安七搞得很，你摆我甲母牛压亲。无问题，土地天爱行。嘿，师傅。阿公，太后的偏好了后，又发现要改事情么？讲嘛怪气，太后若不忘出西条偏七好，不过若无不忘出西条偏七又搁较歹，全翻来翻去真多摆，皇帝真把心，七亲太信落参详。曾庆对了事情又要该硬发，信阴天太后可能是错杀，数字二字嘛差没7平人，那按该用出片，太后不忘一晒条，凡事好吉头，信上公律做一粒晒条，无天错不准得太后偏好开，爱卿叔公有理。尊亲属照，念是曲片，信遵旨。太信前日做一家甘竹赛，国强太后论样。母后，我强超信做一扎赛，很硬么？强赛入天，强赛入天。母后，母后。突然昏倒，是不是天气太热中暑了？别吵，那俺都是冰棒么？乒乓好热好热，一热乒乓，两热乒乓，多乒乓就好棒。乒乓，那个不怕伤，我去抢那10Q棒。别吵，听我讲故事。好，我不就白就吧。俺去买插子，阿公让做太后不分开。该认为超信做甘珠赛，含不忘的赛条无坑。太后认为出案偏山哪床。人类也干，后来呢？
后来皇帝问亲处太后刘后，长帝不忘一世子含蒲糖的世子魔坑，问帝不该将刘后，强因日家难舍。母后，礼拜应该冇问题啊。强势入天，强势入天。母后现娘子啊，爱家身体变得真快乐，那像不是破片款款。是啊，这不好用，都有生病，都不用咖喱生那种就要，只看开追溯就好了。切无怕来，普遍一天王阳二心，初遍一天恶食肉爱自杀，该认为太后的片二心无法突治，长辈也敢做。哦，安爱的呀。属于太后是出杀，唔系出片。皇帝认为太后的身体护刘后真欢喜，即刻开祭祀好命，金世年轻，不得抽拿灯射日出往，表示不准进入封降太天，认为不准撇杀。后来变身为人，不准入庙探险表演一世亲。哦，这是阿干哦。该故事好事情，我不会把它了。现你上。我是风到发火的风，我是不说说不怕魔烦的不牛，望金转杀千，我人爱。爱人且谈台前生人主，一个人爱林进泰，林进泰，有个就爱海进人，做出全社后，爱吃油钱，迷途落连途。哦，娘子哥的现人实在真切。贵人唔做真件事，日次上无怕做。才显你该老头娘子讲，望七全社后，当爱人做错啊，爱人真皮脱招啊，上脱招无赶快。现人进来啊！历时间人挑剔开之赛，含挑做就按时候，真见真体胆，甘做切，搁挑剔到金世年轻无家关来，柔土属下现唔是百姓，特殊提落对付军人七相多啊！
切招。爱这个卖天显理解害真人的事，神人大古一时唔错，叫铺地唔错你什么？现实在唔错上多摆啊！露台我真气，爱嘛真气，谁晓金宝贝现人该起跌？后日集也是要该心事事情发生呢。强国娘廖文虎不脱戏，谁晓金宝贝现出不地？大家好，爱卡秀菜，双集的米菜，一介米片时时个个，油炸毛片，啊毛挑那壳，肉一装米片，答案切菜，唔知现油油错么？今年骨的大家就一介米菜，四个的米片唔惊死，较太放地嘛甘起，电少放健软的米片。因后日集，张国公答案甘车落力。